Hello Hello Hello， 欢迎各位宝宝们，欢迎回到我们湾区新能人的直播间哦。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一件就包邮哦。Exactly, this is the new era of cross-border e-commerce。大灣區一體化，物流大升級，香港同胞們終於可以享受到內地嘅購物便利同埋價格優勢啦。Look at this， 出邊超市賣到成70蚊，家陣喺我哋直播間49個9咋。重點係咩啊？香港包郵啊！即係話買一包紙巾都可以直接送到你屋企樓下嘅置提點啊！仲有呢一個啊，國際認證嘅濃縮配方，一樣香港包郵。死火啦！我阿媽打嚟啊，接唔接好啊？你播住先。我阿媽喺度直播緊啊！你直咩播啊，死衰仔！我睇到你直播就嬲噶啦，做咩唔翻香港揾翻份正經工喎？中環 office 啊，人工高，福利好，仲有得 OT 添啊！你睇人哋隔離張太個仔啦，人哋依家做緊 iBaker 啊，賺到豬欄咁啊！你再睇下你，唉！阿姨駕到，哈哈哈，好厲害！阿媽，你唔明㗎啦！而家大灣區一體化，翻嚟創業有前景啊！前景？我話你前景又冇，後景又凄涼啦！創業咁即係冇糧出啫！我成世人啊，辛辛苦苦供你讀港大啊！阿媽，你個電話真係嚟得啱啱好嘅啫！直播間各位觀眾們，買嘢最緊要咩啊？慳錢啊嘛！就係呢一個薰衣草沐浴露，79個9，3支啊，都係一樣，包郵到港。有好嘢益街坊唔認阿媽啊嘛？件件包郵咁筍，係咪真㗎？阿媽係真㗎，真係一件包郵啊！嗱，咁算你啦，我要2支，咪住先，我買2支，可唔可以送多支細嘅試用裝㗎？或者你平5蚊雞俾我當車費啦？嗱，咁買嘢梗係要講價㗎嘛！阿媽，我哋明碼實價直播帶貨嚟㗎，唔係街市買餸，我哋冇得講價㗎。咩話？你個衰衰仔，你唔識世界嘅，你當媽咪水魚啊？你信唔信呢？我聽日就上去打俾你隻腳啦！得啦，阿媽，我送就係啦。OK， 妹啊，抹低佢啊，額外送多支試用裝沐浴露嚇。阿姨贏了，貴族阿姨開班教殺價。嗱，你咁仲差唔多。仲有你頭先講嗰隻咩濃縮洗衣液啊，係咪真係洗得乾淨啲白衫㗎？阿姨，你放心啦，我們這款洗衣液去污力哦，它有國際認證報告的。阿姨，你先下單哦。如果你不滿意的話，我們是可以包郵退的，包郵退，這就是我們包郵區的底氣啦。嗱，咁好啦，我信靚靚一次。嗱，一支洗衣液記得包郵啊！哎呀，媽，冇得再講價㗎啦，你快啲落單啦，咪先真係俾人搶晒㗎啦！記住喎，2支沐浴露送試用裝，1支洗衣液仲包郵喎，唔好多收我1毫子運費下。咁係咁先啦，拜拜。飲杯水潤下喉啦。呀，左袋入右袋出，仲要俾媽咪賺得到喎。你而家咩滋味啊？話時話，有咗 Auntie 嘅熱情助演，帶動咗好多觀眾落單啊！啲沐浴露賣晒啦！哇！各位寶寶們，接下來哦，就輪到我們的洗髮水了啦。咦，哎，阿姨說兒子乖哦，還要記得送旅行裝和試用裝哎。哇！咩話？佢真係當去街市買餸咩？有啊 ，Carousel 成有啊 ，Facebook Market 啊，淘寶嗰啲咯 ，Klook 啊，KKday 嗰啲啊。淘寶你啱啱買中山裝啊？未買。我個人比較心急，就想即刻擁有嗰樣嘢，就會買咗先咯。但係可能如果真係好忙嘅話，就網購咯 ，HATV Mall 啊，淘寶啊呢啲啦。I go on Amazon. I order cooking supplies because I'm also a chef. 太性感啦！可能啲雜物多咯，即係手機殼嗰啲細啲嘅嘢咯。如果嗰嚿嘢係重嘅嘢，就會喺網購咯；輕啲嘅就可能直接去實體店買咯。
模型嗰啲咪喺實體店度買咯，或者手機嗰啲咪實體店度買咯。但係你話衫啊，或者係電子儀器嘅嘢，就可能去即係實體店度買會好啲咯。今日落單，第2日到貨。隨住內地電商平台以及物流企業發展迅猛，港澳嘅消費者都可以輕鬆享受到包郵直送嘅便利，真係慳錢又慳時間啦。內地嘅電商市場規模可以話係全球數一數二，由最初嘅淘寶、天貓到而家嘅拼多多、京東，仲有靠短片帶貨嘅抖音商城，平台多得眼花繚亂。唔單止貨品種類齊全，由衫褲鞋襪到生鮮食品、電子產品，而且競爭激烈，令到價格更加貼地，服務亦都不斷升級，支付方式多樣化，連港澳常用嘅信用卡或者電子支付都得，搞掂晒所有購物步驟，輕鬆到極。以前喺內地網購寄嚟港澳地區，運費分分鐘貴過件貨本身，令好多街坊卻步。不過呢種情況已經開始改變，為咗吸引港澳消費者，越嚟越多內地商家同電商平台開始將包郵服務擴展到港澳。有啲平台甚至設立咗港澳專區，專門推介一啲免運費或者運費好平嘅商品，對港澳消費者嚟講，絕對係一大福音。首先，最直接就係降低咗生活成本。同樣一件商品喺本地買可能貴一大截，而家喺網上面揀，連運費都慳埋，計落條數真係平好多。無論係買日常用品、小朋友嘅玩具，定係護膚品，選擇多咗，使費少咗，變相就係幫個荷包減壓。其次就係選擇多樣化，我哋可以輕鬆買到全中國各地嘅特色產品，唔使再局限於本地市場。想試下新疆嘅棗、東北嘅木耳，或者一啲新興嘅國貨品牌，撳幾個掣就搞掂，大大豐富咗我哋嘅購物選擇。最後，便利度直線上升，港澳居民唔使再特登過關北上掃貨，亦唔使再麻煩親戚朋友幫手帶。有內地電商平台喺香港開設超市，貨品直接送到港澳嘅自提點，甚至係屋企樓下，真正實現咗跨境購物同城體驗。內地電商平台嘅快速發展，加上日漸普及嘅包郵政策，已經實實在在咁改變緊港澳居民嘅消費模式同生活。呢種融合唔單止帶嚟便利同實惠，更拉近咗港澳市場同內地龐大產業嘅距離，成為一國兩制實踐改變生活模式嘅例子。